这张截图下半部影片的详细资讯如下：影片标题完整，别再盯着密密麻麻的说明书了。手机拍照1秒，让 AI 念给你听。频道名称：生活黑客 Hacker。观看次数573次。发布时间2天前。影片长度19.39分。封面图文字朗读：长辈救星，拍照1秒，让 AI 念给你听。这部影片主要是在介绍如何利用手机的拍照与 AI 功能，帮助长辈或视力不便者阅读密密麻麻的产品说明书。